你们进去取货吧，我和倩影守在这儿。好，多加小心。当心有机关，大家注意安全。好。回去先解毒，再拿给你。好，走。有埋伏，我们中计了！快，围起来！爹，王府里好像有什么动静，不会是大师傅和太子遇到什么麻烦了吧？快撤！现在已经没动静了，可能碰到巡夜的了，已经解决了。啊，要不我进去看看？我们的任务是在府外接应，没有接到求救信号之前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免得打乱计划。好。晋王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吴三桂，你居然没有率兵出征！区调虎离山之计，岂能瞒得过吴三桂？怎么样？你们是想束手就擒，还是想再负隅顽抗？哼！现在不是在空旷无垠的战场上，今天你手下兵将虽然众多，但想困住我们，没那么容易。冲出去！放箭！只许射腿脚，本王要抓活的。是。
每人赏银千两。是。都给我住手！李定国、陈胜男，你们的武功就算再高，能敌得过本王的火枪队吗？吴三桂，今天算你赢了。你把他们全都放了，我留下来任你处置。我乃堂堂大明晋王，你把我押解送京，交给康熙那个小皇帝，那可是一件天大的功劳，而且还可打消朝廷对你拥兵西南、伺机反叛的嫌疑。那本王要是不同意呢？那大不了，我们就拼个鱼死网破。我临死之前，一剑削去自己的面皮，那我这颗人头可就不值钱了。就算你把我交给康熙，康熙也不会相信的。李定国，我才不会上你当呢。这前明晋王，哪有前明最后一个太子值钱呢？你若肯把你这个假儿子留给我，我或许还会考虑是否放了你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以为我不敢？王爷，住手！父王，你要做什么？你难道真的要学李定国那样六亲不认，连我娘也要射杀了吗？妻儿，妻儿，青阳，我对你一片痴心，我为了你，不惜挨了我父王50军棍，我险些送了命。可你呢？你竟然要杀了我亲娘！妻儿，你睁开眼看看，这就是你不惜牺牲一切的女人！你让父王放下剑。好，我这就放下。但你必须过来，拿起枪，当着本王的面一枪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！不，青阳，我不想要你的命。你把我娘放了，换我来做你的人质，就让我父王一剑杀了我好了。妻儿，糊涂！
琪儿，你好糊涂，你快回到你父王的身边去。我再说一遍，你放了我娘！琪儿，你疯了，快退回来！琪儿，放了我娘！吴应琪，放了我女儿！放了我娘！爹，娘，女儿有一事相瞒。我和应琪一见钟情，虽然彼此有缘无分，但却在心中默许了终身。我不得已劫持你娘，我愿拿我的命来赔。不，千英，你犯糊涂啊！千爷，我不要你的命，我只要你放了我娘，我也把你放了，我们一命换一命。琪儿，我爹不可能放了你娘，否则我们所有人都活不了。爹，娘，女儿不孝，先走一步。不，琪儿，琪儿，你放了我娘！吴三桂，你快放了我们，不然我就和你的儿子同归于尽。王爷，吴三桂，